后来为着要增加民众买喙암的地点，台湾各地卫生所拢来加入到实名制的行列，也就是到各地卫生所买当买到喙암。但是咱婚姻关的乡亲请注意，这个婚姻关专关20个乡镇市的卫生所拢无咧卖哦，因为婚姻的卫生所本来就会免费提供喙암予重大伤病患者，甲要去病院的民众，都惊乡亲会补袂清楚是毋是爱付钱，所以县政府决定，也是互药房卖喙암就好，婚姻的卫生所无爱卖喙암。来到婚姻关的卫生所，护理师免费提供喙암，予重大伤病患，或者是有就医需求的民众。考量是说，我们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免费提供的一个方案哈，担心是说民众造成民众的一个困惑。县政府担心本来是免费的，若是向用改做实名制爱付费，民众可能无清楚到底是毋是爱付钱，因此决定专关的卫生所也是维持免费，加实名制买喙암，予邮局来负责。这个都可以了，因为他们要不要加入，我们本来就是按照这个政策在推行。县政府讲，原本的免费分喙암是维持到21拜5，到时阵才去看情况来调整，决定卫生所是毋是要卖喙암，而且进前婚姻的民众，若无唔对，以免白走一逝。